如果而家俾你揀，你會想直接帶走900蚊，抑或會想搏一搏？有90%機會贏1000蚊呢？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揀帶嗰900蚊嘅。咁如果我再問你，而家你一定要蝕噶啦，你會揀穩陣咁蝕900蚊，定係搏一搏可以蝕少啲，但就有90%機會蝕1000蚊呢？奇怪嘅係，大部分人呢一次反而會揀去搏喎。歡迎返到嚟暢銷書精讀班。明明兩條題目嘅期望值都係一樣嘅，但係我哋嘅選擇就完全相反。點解會咁嘅呢？因為你個腦入邊有一套連你自己都唔知嘅隱藏程式，喺你完全冇意識到嘅情況下，幫你做咗決定啊。而我今日要講嘅呢本《快思慢想》，就係要拆解呢套程式嘅真面目啦。作者 Daniel Kahneman 係一個心理學家，但係佢竟然攞咗2002年嘅諾貝爾經濟學獎喎，因為佢嘅研究徹底咁推翻咗經濟學入邊一直信奉嘅理性人假設啊！佢仲喺2013年攞埋美國總統自由勳章，呢個係美國平民可以攞到嘅最高榮譽嚟啊！可惜嘅係 Daniel 喺2024年3月已經離開咗我哋啦，享年90歲，但佢留低嘅呢本書仲影響緊之後嘅幾代人啊！Daniel 話：我哋個腦入邊咧，其實住咗兩個角色嘅，佢哋分別係系統一同埋系統二。系統一咧就好似一個反應極快嘅直覺高手，佢做嘢唔使你刻意去諗，自動自覺就會幫你搞掂晒噶啦。譬如你見到一個人嬲到面都紅晒，你一睇就知佢嬲緊，唔使分析嘅。又或者有人問你2+2等於幾多，你又係連諗都唔使諗就答到4噶啦。呢啲全部都係系統一嘅功勞，佢勝在夠快、夠慳力、識自動波做嘢。我哋日常生活大部分嘅決定其實都係靠佢嘅。但係系統二就唔同啦，系統二係一個好認真、行得好慢，仲好嘥精力嘅思考者嚟嘅。譬如叫你計17乘24，你唔可以即刻講到答案，你要集中精神，逐步逐步咁計嘅。計緊嘅時候，你會發覺自己嘅肌肉繃緊，心跳仲可能快咗，甚至有人喺隔籬同你傾偈，你都聽唔到嘅。呢個就係系統二喺度運作緊嘅特徵嚟啦。最難搞嘅嘢嚟啦，系統二有個好大嘅弱點就係佢其實好懶，唔中意做嘢嘅。佢最中意就係將啲決定交俾系統一去搞。而系統一咧，佢雖然快，但佢有個致命傷，就係好容易會先入為主，成日都會出錯嘅。呢個就係成本書最關鍵嘅一點。我哋成日自以為係理智嘅人，但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係俾一個快到連自己都察覺唔到嘅直覺系統喺背後操控住啊！有兩個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幾搞笑嘅實驗，佢哋拍咗一條短片，入邊有兩隊人互相傳波，一隊着白色衫，另一隊就着黑色衫。佢哋叫啲觀眾數下着白色衫嗰隊傳咗幾多次波喎。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依家都可以停一停，上網揾條片嚟睇下嘅。你揾白衣傳球實驗，應該就會見到噶啦。OK，睇完嘅話，我哋就繼續啦。條片播完之後，佢哋居然再問觀眾：你哋頭先有冇留意到有隻大猩猩行過啊？竟然有接近一半嘅觀眾都話完全冇留意到喎。啱啱有睇片嘅你，唔知又有冇留意到嗰隻猩猩呢？明明有隻大猩猩慢慢行過，仲特登停低拍咗幾下心口先走嘅。但係因為嗰陣大家太專注去計傳咗幾多次波啦，系統二將所有注意力都擺晒落去，結果就完全忽略咗眼前一啲咁明顯嘅嘢啦。呢個實驗就係心理學界好出名嘅看不見嘅大猩猩，佢想話俾大家知，當你以為自己好清醒、好留心嘅時候，你其實可能錯過咗好多嘢喎。我哋嘅注意力係有限嘅，當系統一同系統二互相搶資源嘅時候，好多重要嘅資訊，原來你個腦係會自動將佢隱藏咗㗎。講完注意力嘅問題，我哋再睇下系統一點樣喺背後靜雞雞咁影響你嘅判斷啦。其中一個最犀利嘅招數就叫做錨定效應啦。Daniel 同佢嘅研究拍檔 Amos Tversky 做過一個實驗，佢哋攞咗一個數字輪盤出嚟。當個輪盤停低指向一個數字之後，佢哋就問參加者：你覺得聯合國入邊有幾%嘅國家係非洲國家呢？結果好得意喎，如果個輪盤停喺10號，啲人嘅估計平均值就會係25%；如果個輪盤停喺65號，啲人嘅估計就會跳到去45%啦。但係其實個輪盤無論停喺邊個數字，同聯合國有幾多個非洲國家係根本冇任何關係嘅喎。但我哋個腦就係會不自覺咁俾呢個完全冇關嘅數字影響咗嘅。
呢種效應喺日常生活入邊係無處不在嘅，好似你買樓嘅時候，業主開價幾多，你講價就會圍繞住呢個價錢加加減減。又或者你去買衫，見到個價錢牌寫住原價1000，特價500，你就會覺得好抵。但其實嗰件衫可能本身都只係值300蚊嘅啫。你個系統一已經自動幫你定咗一個參考點，就好似一隻船落咗個錨咁，而你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受佢影響緊啊。除咗錨定效應之外，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Daniel 叫佢做 YZAT，即係 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意思係你親眼所見到嘅就係全部，呢個係一個認知偏差嚟啦。我哋個系統一最中意手頭上有少少資訊，就快快手砌個聽落好順耳嘅故仔出嚟，然後就當呢個故事係事實嚟。舉個例，如果有人同你講呢個人好聰明，做嘢好勤力噶，你腦入邊即刻會覺得佢係一個幾好嘅人。但如果有人同你講呢個人係幾聰明嘅，不過就好酷咯，你對佢嘅印象就會完全唔同晒啦。其實你都只不過係聽咗2-3個形容詞啫，但已經喺腦入邊幫佢砌咗一個完整嘅性格出嚟啦。你唔會停低諗下，咪住先，我其實唔識佢㗎喎，仲有好多嘢我係唔知㗎。系統一唔會等你慢慢諗佢有幾多資訊就用幾多嚟講故事，而且佢仲對自己講嘅故事充滿信心添啊！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我哋成日會咁有自信咁做啲錯嘅決定啦，唔係因為我哋蠢喎，而係因為系統一太叻砌故事啦，叻到你自己都以為你真係好了解成件事啊。Daniel 同 Amos 就住係統一砌故事嘅能力設計咗一個實驗，佢哋喺問卷入邊設計咗一個虛構嘅人物叫 Linda。Linda 今年31歲，佢單身，講嘢好直接嘅，仲好聰明噶。佢大學嗰陣讀哲學，讀書嗰陣好關心歧視同社會公義嘅問題，仲參加過反核示威添啊！你聽完之後覺得以下邊個可能性高啲呢？第一，Linda 係一個銀行出納員；第二，Linda 係一個銀行出納員，而且係一個活躍嘅女權主義者。結果超過80%嘅人都揀咗第二個喎。但你諗真啲，銀行出納員呢個大圈入邊，其實已經包埋所有銀行出納員加女權主義者嘅人噶啦，所以一個銀行出納員仲要係女權主義者，呢個範圍一定係細過淨係銀行出納員噶，所以邏輯上第一個選項嘅機會率一定高過第二個，但係統一唔會理啲咩邏輯，佢覺得第二個描述更加似 Linda 嘅故事，所以就揀咗啦。呢個叫做合取謬誤，代表我哋嘅直覺係可以完全無視最基本嘅概率規則嘅。因為喺大腦嘅角度睇，一個好聽嘅故事永遠比一堆冇溫度嘅數據更加有說服力啊！講完判斷上嘅偏差，我哋嚟到 Daniel 最出名，亦係幫佢攞到諾貝爾獎嘅核心貢獻，就係前景理論啦。呢個理論講緊一個好人性化嘅重點，叫做損失厭惡。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對蝕嘅感覺係遠遠大過對賺嘅感覺嘅。心理學研究發現，你蝕100蚊帶嚟嘅痛苦，大約要贏翻200蚊先至可以抵消到喎。即係話喺你心目中，痛苦嘅威力係快樂嘅2倍啊！舉個生活化啲嘅例子，等大家易啲理解啦。你有冇試過買咗飛諗住去睇演唱會，到咗嗰日就落大雨，又塞車，甚至你自己都有啲唔舒服，但你都仲係堅持要去呢？因為你覺得我都俾咗錢啦，唔去咪蝕咗咯。呢個就係損失厭惡心理啦。理性啲咁諗，張飛嘅錢已經係潑出去嘅水嚟噶啦，去唔去都攞唔翻噶啦。但你個系統一接受唔到蝕咗呢個事實，所以就逼你去做一個令自己更加辛苦、完全唔符合利益嘅決定啊。呢個效應喺投資市場上面會更加明顯嘅。好多人買股票蝕到入肉啦，都唔肯放嘅。因為佢哋覺得只要唔賣心入邊就可以呃自己，仲未真係蝕啦。但係如果股票賺咗少少錢呢，佢哋又會急急腳賣咗佢，驚啲利潤會跌翻出去啊嘛。結果就變成贏粒糖，輸間廠啦。雖然呢種行為完全唔合邏輯，但幾乎每個散戶都中過招啊。其實我哋嘅大腦對壞事嘅反應天生就係特別敏感嘅。有研究用腦掃描發現，當人見到啲有威脅性嘅影像嘅時候，大腦入邊負責處理恐懼嘅杏仁核會即刻有反應，快到你對眼都仲未睇清楚係咩嚟，個腦就已經開始驚緊啦。
我哋嘅大腦天生就設計成要優先處理壞消息先嘅，呢個係進化嘅結果嚟啊！喺原始社會，快啲發現危險嘅人先至可以生存到落嚟。只不過嚟到現代社會，呢種怕蝕底嘅本能，有時反而會影響咗我哋嘅判斷啊。或者你會覺得掂晒啦，我而家識穿晒呢啲招數，以後小心啲咪得咯。但係 Daniel 話你知，覺得自己識咗就得呢種諗法，本身就係另一種好常見嘅心理偏差嚟啊，就叫做過度自信啦。書入邊都舉咗好多關於過度自信嘅例子，佢話人類有一種好強嘅傾向，就係事後覺得所有嘢都係意料之內嘅，呢個叫做後見之明偏誤，亦即係我哋講嘅馬後炮啦。當一件事發生咗之後，我哋好中意話一早知啦，但其實你事前根本就估唔到嘅。呢種事後諸葛嘅錯覺，會令到我哋以為自己睇嘢好準，搞到個人自信心爆晒棚。但實際上你嘅判斷力根本就冇進步過啊。Daniel 仲提到專家預測呢樣嘢喎，佢發現好多所謂嘅財經專家或者分析師，佢哋預測嘅準程度其實同擲飛鏢差唔多㗎咋。最得意嘅位係佢哋自己完全唔覺得自己唔準㗎。每當估錯咗，佢哋都硬係會有藉口，例如係話如果唔係突然發生咗一件事嘅話，我嘅預測就啱㗎啦。呢種自圓其說嘅能力，令到過度自信好似個無底深潭咁，跌咗落去就真係好難爬返上嚟㗎啦。不過 Daniel 都好客觀咁講，過度自信唔係完全冇用噶。佢認為樂觀嘅人同埋過度自信嘅創業者，某程度上係推動社會進步嘅引擎嚟啊。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完全理性咁去評估風險、計回報，發覺成功率咁低，可能就冇人夠膽去創業或者創新啦。所以話過度自信係一把雙面刃，佢雖然會令你跌得好痛，但亦都係因為呢份迷之自信，先至有人做到一啲本來冇可能達成嘅事啊。去到本書嘅最後一個大主題啦，Daniel 講咗一個我覺得大家聽完都會覺得又好似真係咁嘅概念，叫做兩個自我。佢話我哋每個人入邊呢，其實都有兩個自我嘅，一個叫做經歷自我，而另一個呢，就叫做記憶自我。經歷自我就係你而家呢一刻喺度感受緊嘅嗰個你。你而家飲緊杯咖啡，覺得好香好暖，呢個就係經歷自我。但記憶自我就唔同啦，佢係事後幫你做總結嗰個，佢會問你嗰次嘅旅行整體嚟講點啊？嗰份工做得開唔開心啊？Daniel 有個實驗係咁嘅，佢叫一班人將隻手浸落凍水入面，第一次浸60秒，水溫係14度，係凍到想即刻縮手嗰種嚟嘅。第二次就浸90秒，頭60秒同第一次一模一樣，但最後嗰30秒呢，研究人員就偷偷地加咗少少暖水落去，水溫升高咗少少嘅。之後問翻啲參加者，如果一定要再做多次個實驗，你想揀邊次呢？正路應該揀第一次啦，因為浸嘅時間短啲，都冇咁痛苦啊嘛。但係大部分人竟然揀咗第二次喎，因為佢哋嘅記憶自我記住嘅唔係總共受咗幾耐嘅苦，而係最痛嘅嗰刻同埋最後一刻嘅感覺。第二次嘅結尾冇咁凍，所以記憶自我就會覺得都唔係咁差啫。呢個現象就係風中定律啦。我哋對一段經歷嘅記憶同評價，基本上只係會取決於最強烈同埋結束嗰個時刻嘅感受。至於過程維持咗幾耐，我哋係完全唔理嘅。有個人話佢聽咗一張好正嘅黑膠，成首交響樂都聽到好陶醉。點知去到最尾嗰秒，原來張碟花咗，發出咗好刺耳嘅聲音啊！嗰個人好心痛咁話呢個收尾破壞晒成個體驗咯。但 Daniel 就話啦，其實冇嘢被破壞啊。你之前嗰40分鐘嘅享受係真真實實咁發生過嘅，被破壞嘅唔係體驗，而係你對成件事嘅記憶啊。人生入邊有好多重大嘅決定，好似係揀邊份工同邊個結婚咁，其實都係由記憶自我去拍板嘅。我哋成世人追求嘅未必係最好嘅經歷，而係一段最好嘅記憶啊。但問題係記憶自我係一個好偏心嘅評審，佢會完全無視晒時間嘅長短，淨係會記得最激烈同埋最後嗰下㗎咋。快思慢想呢本書想話俾我哋知嘅，唔單止係我哋會犯錯咁簡單，佢真正想講嘅係我哋對自己嘅了解，其實冇我哋想象中咁深噶。我哋以為自己係理性嘅，但其實係統一不停喺背後偷偷地幫我哋做咗決定。我哋以為自己睇得好透徹，但其實可能連隻大猩猩行過都睇唔到嘅。
又或者我哋以為自己嘅記憶好可靠，但原來記憶自我每日都喺度老作，改寫緊我哋嘅人生劇本啊！不過 Daniel 寫呢本書嘅目的唔係要我哋對自己失去信心嘅。佢曾經講過，寫呢本書係希望我哋日常傾偈嘅時候，識得用啲更加精準嘅詞語去點評下啲決定，咁大家自然就會精明啲啦。當你知道乜嘢係錨定效應，你就更加容易喺買嘢嘅時候提醒自己。當你知道乜嘢係損失厭惡，你就唔會再因為怕蝕底而做出一啲唔理性嘅選擇啦。Daniel 都承認，就算佢做咗成世研究，佢自己喺日常生活入邊都仲係會跌入呢啲思維陷阱度喎。人嘅直覺係好難改變嘅，因為系統一嘅直覺太快啦，快到你嘅理性根本嚟唔切介入啊。但起碼你可以行多一步，就係喺要做重大決定嘅時候停一停，諗一諗，叫醒你嗰個有啲懶散嘅系統儀，問下自己：我而家係咪俾直覺帶住行呢？我有冇忽略咗啲乜嘢啊？呢本書出版到而家都10幾年啦，作者亦都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但佢用一生嘅研究教識我哋一個道理：認清自己嘅思考盲點，唔會令你變成一個完美嘅決策者，但佢會令你犯嘅錯少啲、輕啲。對我哋平民百姓嚟講，咁樣已經好足夠噶啦。最後，我想問下大家，喺你嘅人生入邊，有冇邊個決定係你當時覺得自信心爆棚，但事後諗翻轉頭，先發現自己其實係俾直覺帶住行，俾個系統一帶咗去遊花園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噶。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嘅分享對你有啟發，記得俾個 like，分享俾朋友睇，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啊，開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我哋嘅出片通知啦。我哋逢星期1、3、5出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